大家兄弟姊妹平安。我的台语无讲真好，但是我这礼拜一直甲阮的老爸去练习，希望小等的时阵，我会用较标准的台语甲大家来分享。嘛真感谢主吼，有即个机会会当来到伫遮甲大家分享。以前伫咧遮分享的时阵，大部分是婚礼的时阵，甲我做阵大汉的朋友，我会甲伊讲祝福的话。但是即摆是我第一届徛伫咧遮分享上帝话。当我昨咧看周报的时阵，我就看到讲啊，今日就是147周年的释教。我昨去机场嘛，送阮妹妹去比利时去受训练。等来时阵，我就伫车内底咧看迄周报的时阵，我就想讲147周年的释教。我会记得120年的时阵，搁130年的时阵，我搁伫遮咧无闲，搁伫遮咧参与。但是无想到讲147周年的时阵，我会当踮伫咧遮。我想到147年以前是马偕博士来到台湾，伊伫即个土地，伊就设立教会。嘛一年一年，搁一代搁一代，咱的教会会当伫咧遮。我伫即间教会，我今日早起的时阵拄着亚茹，伊就问我讲：“你是伫遮大汉的对？”我就讲：“对啊，我伫遮大汉。”啊，拄着迄文珠姐拄着我的时阵，佫足好心的，互我感觉足温暖的，伊甲帮我迄整理我的衫。我讲对，我是伫即间教会咧长大，我伫遮受训练，我伫遮去受造就。我嘛伫遮有足侪长辈因关心、教示、鼓励我，是因为大家，嘛是因为马偕博士的关系，嘛是因为上帝的关系。我伫遮长大，嘛伫遮去受调。嘛小等的时间，咱要来看到即个上帝是伫咱生命内底要做啥物代志。请咱大家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将小等的时间拢交托互你。你是阮每一个人，你疼惜咱每一个人，你在意阮每一个人，你是阮的主。我恳求你拍开咱每一个人的耳孔，搁有每一个人的心，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听你的话语，嘛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互你，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会记得啊，伫我差不多5年以前，我去参加一个福音聚会。伫遐福音聚会真趣味，因就请一个青少年来讲见证。迄个青少年差不多13、14岁，就亲像木木遐年岁。伊就伫台面顶咧讲伊的见证的时阵，伊讲起伊的见证是啥物？伊讲伊有饲一只猫仔，迄个猫仔有一天，伊足爱迄个猫仔。迄猫仔有一天就破病，搁发烧，伫迄天的夜暗，发烧甲足严重的。当伊咧发烧的时阵，迄猫仔要发烧的时阵，即个囡仔，阮的青少年，就分享的时阵，伊讲伊真正是足烦恼，毋知影迄个猫仔敢会过迄个夜暗，敢会活过迄个夜暗。了后，伊就替迄个猫仔来祈祷。啊，伊替迄猫仔来祈祷的时阵，伊嘛感觉足奇妙的，因为本来伊去看医生的时阵，迄个猫仔医生讲，迄个猫仔可能袂活过行夜暗。但是伊实在是足疼伊所疼、伊所养饲的，所以伊就替伊祈祷。嘛足奇妙，迄个夜暗了后，迄个猫仔就活起来。当我坐伫下骹的时阵，我就听这个见证，我就听，这实在是足古锥的见证，就是一个囡仔毋知影外口发生啥物代志阵，有一个猫仔若是破病的时阵，对伊来讲，伊是足在意的代志。但是当我咧听的时阵，当我咧想这个代志的时阵，我感觉实在是真温暖，佮有感动一件代志。对即个囡仔来讲，上重要可能毋是外口发生啥物代志，也毋是因的爸爸妈妈发生啥物代志，也毋是功课是啥物代志。
但是对即个囡仔来讲，这是伊所在意的、伊所伫意的、伊所关心的、伊所重视的代志的时阵，当伊来交托耶稣基督的时阵，当伊来交托上帝的时阵，即个上帝竟然在意伊所在意的。我问我爸爸讲，即句话到底要安怎翻译？伊讲，上帝在意你所在意的。伊讲，就是上帝会重视你所重视的。上帝看重你所看重的，上帝会在意你所在意的。我毋知咱在座每一人，伫你的心内底，即摆你所在意的是啥物代志？有人可能会在意你的囡仔，你的囡仔可能阁细汉；有人可能会在意你的囡仔，你的囡仔可能伫咧做工课啊，想讲要结婚无？有人可能会在意你的先生、你的太太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工课、你未来发展。阮每一个人心内拢有你所在意的代志，但是真奇妙，咱小等的看见这段经文讲，上帝安怎看重、安怎在意着咱每一个人内底心内所在意。这段经文其实对足侪人来讲，这段经文是足熟悉的。咱拢知影，这段经文就是马大、甲玛利亚、甲列撒罗这三位因拄着的代志，但是耶稣安怎甲因足大的帮助？一开始是马大甲玛利亚，因足在意的啥物人，就是列撒罗，就是因的小弟。因的小弟发生一个代志，就是因所疼的、因所在意的迄个人。破病啊！一开始的经文，你若看11章的时阵，就知影讲列撒罗迄阵啊，竟然破病啊！破病的时阵要安怎？咱会当想象的，马大甲玛利亚，因对耶稣基督实在是了解耶稣基督是一个神，是因的朋友。因要面对这个代志的时阵，要安怎死，就来找耶稣基督。但是这件代志真特别吼，你若去看经文的时阵，因就去找耶稣基督。但迄阵啊，因就找人去传迄个消息。迄阵啊无 email， 迄阵啊嘛无手机啊，迄阵啊嘛无电话。因就找人去找耶稣基督，甲因讲伊所在意的代志。因就去找耶稣基督，伊找人去甲耶稣基督讲即个代志，嘛真特别吼。耶稣基督就接到即个消息，但是拢无任何的反应。我毋知恁敢知影讲，少年人有一句话叫做“已读不回”，恁知影即句话无吼？我知影较少年的就知影，但是阮爸爸嘛会晓用赖吼。即摆若是少年人，即摆若是大人，拢会晓用赖。已读不回就是安怎？已读不回，少年人咧讲即4字的意思，就是讲我传迄个消息互你，用赖传互你的时阵，你拢无任何的回应，就。昨若迄赖内底有2个小小的迄字讲已读，啊无任何的回应。即阵啊，玛利亚若是有赖传互耶稣的时阵，耶稣就是安尼已读不回，2天拢无消息回应迄个马大甲玛利亚。你知影，当少年人咧讲已读不回的时阵，咧讲遐个人已读不回的时阵。恁知影迄个心情哦，就是讲，即个朋友哪会这么不够朋友，无咧插我，无咧关心我，无咧在意我，伊可能会艰苦，伊可能会受气。啊，阁有另外一款反应，少年人嘛有另外一款反应，伊的反应就是讲，是毋是对方咧受气？是毋是对方毋知咧受我啥物气，所以无爱咧插我，无爱回应我迄个赖的消息？其实虽然。咱对耶稣可能毋是用赖已读不回，但是有时阵你可能嘛会感觉讲，当我祈祷的时阵，耶稣已读不回的时阵，上帝无咧插我的时阵，你可能讲，上帝你伫倒？上帝你有听到我的祈祷无？你可能心内不遮艰苦，嘛心内有时阵会受气讲，上帝你敢伫咧遐？嘛另外一款情形吼，有时阵。你拄着发生啥物代志，上帝无用的时阵，差不多2礼拜以前，我有一个学生就甲我分享，我伫咧马街医学院嘛，伫咧马街医学院的时阵，有一个特色就是足湿的，3指是一个足湿的所在，比淡水搁较湿吼。阮通常有时阵，
一年有半年的时间，阮拢咧落雨，一直落雨，一直落雨。那落雨了，阁有另外一款的状况，就是落雨了另外一天日头出来，落返潮，恁敢知影返潮？就是日头出来时阵，涂骹后壁拢是湿的。啊，阮三指到一个程度，迄个湿是一定安尼水会骨咯。你啊行路时阵爱做细致的。差不多2礼拜以前，阮一个学生就甲我分享，伊毋知行路做几古水哦，毋知行路较无细致。伊讲迄天伊就跋倒2届，跋倒2届。我讲啊，哪会安尼？你的鞋仔是毋是较骨安尼？伊就讲，伊转去甲因妈妈分享的时阵，就讲我惊是毋是做毋着代志？伊是基督徒，嘛是初信。我惊是毋是做毋着代志，才会发生即个代志？我以前伫咧卢凯族部落的时阵，我差不多伫遐服侍，差不多1年久的时间。遐个长辈嘛有一个观念，伫因个观念内底，若是有人破病，若是有人拄着代志的时阵，伊嘛呢想讲，是毋是咱内底中间做毋着代志？但是我后来咧想即个代志的时阵，毋若是卢凯族的部落，毋若是咱的学生，我的学生拄着遮个代志。有时阵，咱不免吼，就会伫心内中间会想讲，是毋是我做啥物无好的代志？是毋是我做安尼无互上帝欢喜的代志？有迄管教，上帝足疼的，但是可能咧管教，也是咧刑罚。可能咱大家心内底嘛有即款的想法，但是咱来看，小等咱的经文会来看到，当咱的祈祷，当咱的困难无马上得到解决的时阵，真的是上帝无咧注意，还是无咧在意，还是伊咧生气吗？咱继续来看吼，咱继续来看的时阵，其实啦，耶稣早就得到马大甲马利亚的消息，伊嘛藏伫咧心内底，伊甲伊的学生阁有咧讨论即个代志。但耶稣足奇怪的吼，伊就是做伊的确有咧行动。但是伊的行动实在是咱无理解的吼，伊差不多等到3天还是4天的时阵，其实就是拿撒勒已经过身的时阵，伊才过去。我毋知伫咧医学内底有一个词，有一个名词叫做黄金抢救时间吼。伫咧我伫医学院的时阵嘛，听因咧讲黄金抢救时间。啥物叫黄金抢救时间呢？就是讲，可能是你心脏病，还是中风，还是有寡病痛的时阵，你一定爱伫差不多3点钟，还是2点钟以内，你一定爱食迄个药啊。若你无食迄个药啊，就无效，可能会延误，还是延迟迄个治疗。有时阵，咱面对咱发生的代志的时阵，看迄个代志愈来愈落、愈来愈歹的时阵，就想讲，上帝，即个黄金抢救的时间的时阵，你应该爱做啥物代志，无就会袂赴。因为咱看起来，迄个代志若无改变的时阵，已经无可能啊。你可能感觉讲，上帝你无做的时阵，已经无效啊，你袂赴啊。上帝，你是伫咧搭，你哪无爱早早做代志？伫即个时间的，即个时间是遐尔啊重要。但是上帝的时间甲咱的时间，实在是真正无共款吼。迄阵啊，耶稣去到马大甲马利亚的所在的时阵，因就去找，伊就去看因，嘛足趣味吼。马大甲马利亚因2个姊妹啊，个性不只无共款，就亲像我甲伊芬，我甲阮妹妹个性拢无啥共款吼。马大甲马利亚的个性，马大是不只活泼，马利亚较安静。迄阵啊，耶稣去看因2个时阵，马大就马上走出来去见耶稣。迄阵啊，伊见耶稣讲一句话，伊讲：耶稣，你若早早伫咧遮，你若早早伫咧遮，你若早早做代志的时阵，我的兄弟就无可能变甲安尼。我会记得我有一届吼，阮青少年的时阵，阮拢会伫遮咧搬戏。每一届圣诞节的时阵，我以前哦，我头一摆咧搬戏的时阵，我是演一个医生，啊要甲女主角讲，你得癌症，但是
要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一直咧笑。后来落第2年的时阵，毋是拢会换幕，每一幕拢会换幕。导演就叫我去演迄个换幕，因为我演个足歹的吼。第3年的时阵哦，换一个导演啊，吼，伊讲好，你来演戏好啦。伊就对我真好，伊就叫我来演马代，就是即个金文，伊叫我演马代。我还记得，阮就演即出吼，就是即个故事。迄阵啊，我演马代的时阵，耶稣就来嘛，我就甲伊讲，我就讲耶稣讲，耶稣你若早伫咧遮的时阵，我的小弟就袂过身，代志就袂发生。我记得我咧演即出戏的时阵，其实我心内底，我做袂晓演戏，但是当我甲讲即句话的时阵，我心内底实在真艰苦。迄个艰苦是知影讲，耶稣你是我所信任的。但是哪会发生即款代志？即艰苦，若是你对耶稣的信任，你毋知要安怎继续，嘛是对迄代志，你感觉做绝望，你感觉迄个代志做艰苦的。迄阵我无流目屎，因为流目屎毋是我的工款款哦，流目屎是另外一个是玛利亚要流目屎，所以我忍掉的安尼。但是咱来看哦，即段话是马代讲出来讲，你若无早伫咧遮，你若伫咧遮的时阵，代志就要安尼。另外一句话一模一样，完全共款的，是对另外一个小妹讲出来。迄阵啊，马代是出来甲耶稣讲即句话的。耶稣讲玛利亚咧，马代就去偷偷去叫玛利亚讲，老师咧找你，玛利亚紧出来见耶稣。玛利亚当伊甲耶稣讲即句话的时阵，伊可能忍袂掉啊，嘛是一个心中软的一个查某囡仔吼，伊想着，我想伊的口嘛是想着伊所在意的，伊所担心的，伊所困难的，伊所艰苦的心所在意的代志。当伊想了后，当伊对耶稣讲的时阵，伊目屎就直直流，目屎就直直流，伊的艰苦就直直啊流。但是足奇妙的代志，当伊咧目屎直直流的时阵，我想在座的咱每一个人，有时阵可能查甫也是爸爸较少伫遐流目屎。会记得我有一届吼，嘛是心内足艰苦一个代志，伫我厝年的一个代志。我嘛是伫车内底，我就挡袂牢，伫咧捷运内底，我是目屎嘛是直直流吼。可能咱在座的每一个人，有时阵你拄着你所在意的代志，你拄着你所艰苦的代志，你所毋知影要安怎的代志，毋知影足绝望的代志，有时阵。咱可能伫阴暗的时阵，也是一个人的时阵，咱嘛伫遐咧流目屎，目屎直直流，讲要安怎？我毋知代志，安尼、遮尼，啥怎会发生遮个代志？但是即段经文上水的所在嘛，上特别的所在，你知影？当玛利亚当伊伫咧流目屎的时阵，即段经文就是他带咱请。迄个执事咧读的经文讲，咱来看，第35节遐，足底一段经文讲到耶稣哭啊。我昨咧查考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这敢是上底一段经文？伫咧旧约，阁上底，阁较底吼，伫咧约伯记。有够底吼，咱怎啊一个字就是讲，就是即11经文上底。但是伫新约内底，上底就是这4个字，就是耶稣流目屎。国语就是4个字，耶稣哭了。台语就是这个字，讲耶稣流目屎。我想讲，较底经文，这样4个字尔定，就10经文。但是，咱会当想象，啥怎会当遮尔底，但是是10经文，实在是咱知影讲到，即个耶稣，你敢知影？当你发生代志的时阵，那另外一个人
当你咧流目屎的时阵，当另外一个人若咧对咧流目屎的时阵，你一定知影一个代志，就是另外一个人知影你心内所在意的代志。当你流目屎的时阵，伊在意你所在意的。你咧心咧疼的时阵，伊的心嘛对你咧疼。当你流目屎的时阵，当玛利亚咧流目屎的时阵，竟然即个耶稣基督嘛咧流目屎。当你一个人拄着代志的时阵，毋知影要安怎的时阵，当你咧艰苦的时阵，当你咧疼的时阵，你敢知影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？伊嘛知，伊嘛了解，伊嘛在意，伊心嘛咧疼，伊嘛对你做伙伫遐咧流目屎。即个三位一体的上帝，伊讲伊了解你，伊讲伊在意你心内所在意的。当耶稣基督流目屎了后，伊就甲学生讲，伊要去看纳撒路。迄阵啊，伊要去看纳撒路的时阵，大家都甲伊讲，代志无可能阁发生啊，因为马大就甲伊讲啊，迄个石头若要刷互开的时阵，若叫纳撒路要出来的时阵，马大反应是安怎甲伊讲？伊讲纳撒路已經臭啊！代志无可能阁改變啊！已經4天啊，4天5天2天3天4天，攏無可能阁改變。正正你就無伫咧遮，正正你就無做啥物代志，即陣，即時敢有可能阁有改變的機會嗎？當伊甲耶穌講無可能的時陣，耶穌就簡單甲伊講：你甲石頭，你甲迄個大的石頭，上大的石頭，你甲刷互開。当伊刷互開的時陣，耶穌才簡單講一句話，伊講：納撒路，你就出來。當耶穌講納撒路出來的時陣，咱會當看到，當咱即擺準備要大齋節期，迎接迄復活節的時陣。你敢知影即件代志，就是伫復活節正正咧發生的，是耶穌要甲伊的學生講，即個代志是有可能會當發生的。伫咧納撒路的身上內底，伫伊的性命內底，當耶穌講即句話的時陣，無可能改變的事，無可能迄個改變的代志，迄個死亡，迄個黑暗。因為耶穌講一句話的時陣，迄個國外，迄個性命，迄個改變。就發生啊！真特別吼，伫咧約翰福音講到，耶穌是一個道成肉身的耶穌。迄個道，當咱去看約翰福音第1章的時陣，迄個道是啥物？迄個道講啊足清楚的。伊講，迄個道是伫咧世界創造以前就有即個道。迄個道是啥物？是上帝用伊的話語咧創造的時陣。迄個萬物就發生的，是因為迄個道的關係，即個世界、即個生命會當發生，代表啥物？耶穌基督是迄個道，伊內底有迄個活命。敢會記你創世記的內底講，世界攏是黑暗、混沌、混亂，是迄個道，是迄個耶穌基督，因為耶穌基督的關係。有迄個改變，有迄個光明，有迄個上帝奇妙的作為佇咧遐。但是，毋若是即個道有迄個生命爾定。你知影講着，咱若看到上落尾了後，當耶穌互納撒路死入國外了後，伊家己做一個代志，毋是怎啊？伊互納撒路去死入國外，伊家己嘛做一個代志，就是伊為着咱的罪，為着人的罪，為着人的罪，為着人的軟弱，為着咱的問題，伊家己行去你迄個十字架面頂去受死，閣活。伊是贏過罪惡，伊嘛是贏過軟弱，伊嘛是帶來醫治甲好的。我毋知咱內底有偌濟人想講，阮邊仔的代志，阮的關心的物件，也是你足關心的人，你看到伊的狀況的時陣，你會想講，代志已經無可能改變，嘛親像迄納撒路共款，是臭啊，是無可能改變的。
有时阵可能是你甲人的关系，我毋知影你可能甲囡仔关系、甲翁婿的关系、甲别人的关系、甲同事的关系，可能你感觉讲，这个关系无可能阁改变啊。有足侪伤害伫咧内底，有足侪袂当原谅的所在伫咧内底。迄关系就亲像臭咪毛，无可能阁改变啊！你怎啊想要甲迄个关系放伫咧边啊？嘛可能是你所关心的人，你所关心的人，你感觉伊的性命可能行袂路，可能行到离上帝足远足远足远。你为着伊的性命咧烦恼，你为着伊的性命咧艰苦，但是你毋知影要安怎做。你感觉伊的性命若亲像粒沙路的共款，就是无救啊！迄时间就无效啊！嘛有可能，你感觉迄个臭的问题是对你家己，你对你家己足侪失望伫咧内底。你要做的，你想要做的，你的理想嘛无法度得到。你可能看到你的罪恶的时阵，可能看到你的软弱的时阵，你的性命的时阵，你想讲，我无可能阁改变啊。有时阵，你嘛为着这个代志，你会艰苦。伫阴暗时阵，你嘛毋知要安怎时阵，你嘛偷偷咧流迄个目屎。但是当耶稣即个为咱定实咧是一个时阵，当即个耶稣当伊讲话的时阵。当即个耶稣伊咧应允的时阵，当咱要纪念、要迎接即个国活节的时阵，你敢知影即个耶稣基督，伊知影你所听，伊明白你所听，而且伊要做无共的改变，甲生命，搁国活，搁伊的工作伫咱每一个咱的生命内底。这段经文上尾后，这段经文嘛足特别的。那你去上查经班，嘛你去上有时阵牧师咧讲道的时阵，伊拢会当甲你讲，那一段经文内底有一个字一直咧出现的时阵，你就爱注意即个代志，就代表讲即个经文、即个代志是足重要的。即个经文内底，你若查考的时阵，伫11章内底有足侪字一直出现，足侪遍。有时阵，迄个是讲着国活，是讲着性命，是讲着荣耀。这段这个字拢不遮重要，但是你若搁真少看即个经文的时阵，嘛有一个字一直咧出现。其实伫约翰福音嘛一直出现即个字，但是即段嘛是讲甲足明显吼。迄个字就是听。自我伫咧细汉的时阵，我坐伫遮的时阵，国中青少期，阮拢坐伫遐吼，拢咧写周报、传纸条，拢无咧听牧师咧讲话吼。但是较大汉的时阵，听有的时阵，就较真少听吼。我迄阵啊，地牧师、张牧师咧讲道的时阵，阮拢听台语哦，我听过足侪台语吼。因拢讲我印象足深的，因拢不断咧讲一个代志，因讲听这个字足特别的，听这个字国语就是爱，对无？但是你伫咧看电视的时阵，咧讲爱这个字的时阵，拢讲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吼，情侣中间就是我爱你爱到足深的，你爱我爱到天荒地老，拢是用爱。但是伊讲教会当咧讲到上帝对人的心的时阵，伊是用听咧甲你讲。我想讲，听即个字实在是足深的吼，足刺的吼，就是听是一个，其实真无爽快了。听是爱牺牲家己去听，迄个听。但是即个耶稣，伊若在意你，伊若要改变你的性命的时阵，带来改变的时阵，有一个足大的原因，是因为伊对咱每一个人会听，伊爱你爱到为你去听。迄个听是啥物？就亲像我头拄讲的，迄个听，就是当你咧流目屎的时阵，你心咧听的时阵，伊知影，伊关心，伊了解，伊嘛对你咧听，伊的心是知影的。迄个听是啥物？迄个听是为着咱每一个人去世一家的时阵，伊为咱大家咧听。有一段经文嘛安尼讲，迄个听是啥物？伫
伫罗马书8章32节，这段经文时常是伫我忧闷，也是艰苦，也是绝望，也是失望的时阵，这个经文时常互我足大的激励。迄个听是啥物？这段经文讲，若是上帝连伊的独生囝拢献互你的时阵，上帝连伊的囝咧互你的时阵，你会感觉你知影伊会疼，但是伊愿意为你付出的时阵，罗马书讲，伊拢愿意将伊的独生囝献互你的时阵，减袂将万物白白落赐互咱每一个人。每一摆我想到这个经文的时候，我就知影，上帝对我的疼，我毋免怀疑；上帝对我的疼，对我的在意，对我的了解，对我的帮助，伊毋那是陪伴咱每一个人，伫咧流目屎的时阵，伫咧需要的时阵，你毋那会用伊的手，毋那是牵咱行每一步路。也是你会做改变，伫咱所关心的代志，因为伊是迄个在意咱每一个人心内所在意的代志的迄个上帝。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当咱要迎接迄个过活节的时阵，当咱想到你为咱死，搁活的时，咱毋若知影你有大能力，咱搁较知影是你对每一人的疼。迄个疼是你知影因内底心内底所想、所在意的、所关心的，嘛是感觉失望的代志，你拢知影。你毋若知影，你要伫你上重要的时间，你感觉是上好的时间。你要做改变，伫你上帝的旨意甲作为内底，你的大能力内底，你对咱每一个人讲话，嘛，互因的心内底得到迄医治甲平安，将每一个人交托互你，嘛，继续带领咱每一个人的心。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